我们都一样，一样在追逐梦想，一样在感受着社会的冷暖。我们也一样的善良，我们也一样的坚强，一样的为生命喝彩。紧接着是三位讲堂冬日一笑为我们呈现的和你一样，掌声有请。
是在最快乐的时候给你和我分享，你自由。